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疾管署宣布讲，即阵6个月大还未满6岁囡仔，若准注过2档的 Moderna 疫苗，为今仔日开始，就会当去注新配方次世代疫苗，大约有13万的囡仔合资格。有诊所医师表示，最近疫情是搁开始拖，常常看到一个人确诊，就为何规口罩。呼吁民众都要赶紧带囡仔去注预防针。新冠疫情搁提悬，常常是一人确诊，专家染疫。基层诊所医师表示，虽然疫情已经降级解封，不过新冠病毒并无消失。尤其最近母亲节聚会活动变多，加上 Omicron 变异株 XBB 已经占4成，免疫逃脱能力强，民众中复确诊的几率会增加。我昨天就看了快10个病人是确诊者了。真的就是现在确诊人还很多啊，而且有时候一个人传染就全家一起感染，有些人是第2次确诊的。医师表示，吹暗冷放冷加上天气热，真侪民众喙暗时挂袂调，增加传播的风险。好在在这波患者大部分是轻症，而且为增加社区群体免疫，疾管署也宣布，为5月16日开始开放6个月到未满6岁莫德纳疫苗完成基础剂幼婴，用注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差不多有13.4万个囡仔符合资格。如果打这疫苗，如果对小孩子他的就是对于病毒的对抗会比较有帮助的话，我们会考虑让他打这个疫苗。有感冒，但是快筛过是阴性，所以也是在观察一下啊。疫苗可能就再考虑一下，因为目前还没有想法。疾管署强调，公费新冠疫苗会继续进行，大人应透过各地卫生局官方网站、甲学用院所有业来做，提升保护力，也提醒家长。囡仔注次世代疫苗，爱甲前一期疫苗隔12礼拜以上，而且5月开始，院所注疫苗应收挂号费。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警察局加强交通执法，半个月以来，伫90个较危险的路口，抓到9000外件违规，无让过路人的就占592件。若抓到上侪是伫北区中义路甲成功路口。这个所在就是顶礼拜3岁查某囡仔轰动死的地点。伫台南市北区的中义路甲成功路口，车牌者因为发生查某囡仔车祸死亡的案件，警方即马扩大执法。因为这个地点嘛是路口车无流人，处理案件上侪所在。针对车辆未移让行人取缔592件，其中以北区成功路与中义路口22件最多。另外，处理第2个路口就是咧北区小东路甲胜利路口，因为这边就是生态病院，人甲车拢搁较济，车的流浪的状况虽然最近有咧改善，不过长期来讲，明显搁需要进步。那你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说车辆比较会让行人？有感觉到？大家看到斑马线都会先停下来，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改善方法，应该从根本去。方便，因为行人要走穿越道拢较慢啦。因为伊开车人拢较紧。伫这半个月内，台南市警方专案执勤，伫90个危险路口，包括路口车无让人、无停货路口、无照车路的标示、标线行停，才个使人行道违规临时停车，搁有处理车路障碍等4大重点，拢总抓到9117件违规，其中路口车无让人就占592件。那我们警察局也跟交通局密切配合，针对旧城区的部分，在6月底之前完成事务处设置改善行人专用号志10项。那本局这边也会持续加强路口未停让行人的相关的执法作为。这其中各有几个严重违规的路口，拢是人济所在，尤其是上下班时间更较恐怖。警方嘛要针对这90个危险路口，建议交通局来设过路人专用灯号，希望用1个月大执法，达成教育宣导的作用，避免不幸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阁有民众行伫过路线顶悬，煞互一台车弄甲飞出去。
亲像这款车无让过路人造成意外情形，各地头是常常的发生，政府一定要重视。前13日确诊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恢复上班，就随到桃园视察交通，希望交通的环境改善甲更较安全。这查甫人明明行伫彩条线顶悬，没等完的绿色轿车连减速拢无，直接将人弄飞。只看到这查甫人练一练，就徛起离开现场。互网友讲行路有风。毋过各地一直拢有路人地价。15暗时，台北松山也发生意外，一学生雄雄走过彩条线，对向来车技术也无减速，共款将人弄飞。警方初判双方拢责任。驾驶应该有那个行经行人穿越道路口未暂停礼让行人违反道交条例44条第2项的情形那另外行人的部分可能有违反道交条例第78条1项4款在交通频繁的道路任意奔跑。进前确诊的行政长陈建仁休困2天了后，今日恢复上班。头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去桃园巡视交通安全。在我的施政工作上，有3安是相当的重要，一个就是治安，再来就是道安，再来就是治安。高雄甲台东监理所16日也合办汽车运输业宣誓活动，希望建立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毋过交通部力推路人专用时尚路口，亲像桃园目前有69个路人专用架，早开时尚路口，台北市有622个，台东连港市一个拢无，各县市落差正大，爱安怎保护路人，也有真大的改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的大选，国民党这边拍算5月17中常会定调总统参选人。党主席朱立伦15暗时有去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表示会尊重党中央的规定。民众党国务队这边今仔早起是去宜兰走基站拜庙。安那民进党的赖清德宣布潘明安来做伊的竞选总干事。国民党9月17中常会定调总统参选人，15暗时党主席朱立伦会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新北市长侯友宜，甲2个人说明民调甲定选的结果。侯友宜伫16表示讲，尊重党的节奏甲规定，不过停过牌的筹划，原定伫个早起要举办呼吁党中央定调郭台铭的记者会，煞临时取消。无论过程如何，我都尊重党的节奏以及党的规定，我们按照我们的所有的步骤，全力以赴。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郭董事长是一个最适合代表在野阵营出来这个挑战赖清德的人选，而且比较可能会赢。因为传出内参民调，8成的县市长，还有真侪立委拢咧挺侯友宜，侯郭两派咧相隔，党中央伫个17个要来逼牌，含哪赢人选也未选定。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个宜兰走基站兼参拜，郭郭这2个人是不是还有合作的空间？要安怎合作，引起外界注心。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那不管是谁，红海在台湾也不知道什么谁跟谁合作，其实在所有议题上我们都可以合作。我非常相信以潘孟安的本领，我们一定是可以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个15日暗时开直播，宣布前屏东县长潘明安会来担任总干事。郭文哲估计要伫个20伫新北淡水宣布参选总统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确定派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选2024年士林大同区的立委。游淑慧表示，要对着上强的参选人民进党王世坚是困难的决定，伊嘛懊恼王世坚智勇双全。另外，去年选台南市长选无调的谢良介宣布要争取国民党无分区的立委席次。手牵手大声咧喊口号，展现出团结的气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正式宣布投入第2选区士林大同立委的选战，并着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出奇制胜，要寻找骑兵，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来打赢这个胜仗。所以游淑慧就是我们的骑兵。昨天世坚大哥说，
他在大同已经20年了。是的，正因为您在大同已经20年了，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你做得了什么，其实大同民众都已经知道。我们就需要投入新的元素，而游淑慧就会是大同市领新的元素。游淑慧咧讲，伫个上歹棒的选区挑战上介强的候选人，这是困难的决定。不过只要有勇气、智慧，佮加上民众的力量，安尼就会赢。嘛有讲到，伫个过去捌伫个台北市府关团局服务，苏当时的业务接触上介济，就是树林大东区。对王世坚15送伊在貌相传这4字，游淑慧嘛甲学了王世坚是地用相传。被他称智勇双全哦，哇！这4个字，我谢谢游淑慧议员哦，我实至名归啦。去年拼台南市长失利的前台南市议员谢良介，嘛宣布要争取国民党无分区立委的席次，2024未缺席。希望说能够有对党对整个团队有更多的贡献，更大的服务空间，我就不再规划参选区域。已经参选过3次区域立委。谢良介表示讲，家己若是入去立法院，会当秉持台南市长期无国民党立委的状况，嘛来培养更较侪台南的在地子弟，未来来投入政治的领域。记者综合报道。用电上中的高压用电大户，亲像做半导体钢铁的，拢总有25000块。为今仔日开始提早缴热天的电费收钱，一直到10月15。这比一般民生用电是加收1个月，希望达到省电效果。另外，核适的董事长董子贤表示，即阵是减少碳排放，并减少核能更较重要。伊强调，台湾袂当干那高靠一种能源尔。核数董事长董子贤进前表示，废核毋是上重要，废碳才是上重要，引起经济部才会单位积极澄清。今仔日透早，董子贤出席活动，佫一摆强调，台湾袂当干那靠单一能源。我强调的是一个黄金组合，也就是说，靠单一的方法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达成台湾的低碳转型，所以台湾需要一个能源的黄金比例。台湾敢有要登记核一还是核二？董子贤强调，除了核能，台湾嘛要开发参像风电这技术，才会当确保供电无问题，佫会当降低碳排。为了避免5月份供电节日，经济部今年调整热天的电价时程，一般民生用户1400万户，为6月1号到9月底。不过高压用电户是提早到这个月16号开始，一直到10月中，比起往年的时程是加1个月。恐惊嘛，互半导体钢铁石化，这2.5万户高压用电户电力的费用会增加真多。我觉得应该还好啦。就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本身在台湾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嘛，电力的价格的一个这个波动，会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节能的一个思考。透过节能，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事实上，电价如果稍微调涨，节能做得好的话，成本不一定会增加。针对于热天的电价，台电表示会当合理反映热天，抑个毋是热天的供电成本的差别，互用户会当节能减碳。不过后一摆电价审议会敢会调整电价，嘛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厝价悬，贷款是排不完，为着要减轻民众的负担，内政部6月初1要开放网络申请厝贷补贴。合资格民众伫今年12月29进前去填资料，核定了后，3万块会做一届拨入口座。头一批上紧7月初就会领到。厝价悬，民众房贷期数愈久愈长。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显示，去年第4季增加房贷期数达到297个月，来到14.75年，佫创历史新高。为减轻中产族的大负担，若是国内自用自提贷款户只有一间厝，而且贷款无歹销，台北市的厝原始核贷金额伫850万以内，其他地区伫700万以内，110年家庭总所得120万以内，房贷基准值伫今年1月18以前。6月初1可以进网络申请房贷补贴。你只要输入申请人的基本资料，经过审查符合资格之后呢，支持金会透过原本贷款的金融机构直接存到你借款人约定的缴纳
贷款本息的账户之内。因有强强调，这专案敢用伫内政部营建所官方网站申请，暂停用线顶没有任何简讯、电子邮件甲电话通知。预计会有55万户受惠，上近7月初到第一波审核通过，民众领到3万。只是伫启动贷款支持专案的同时，有外界是质疑，中央执政晚7年，社会主体政策推动户数却无到10万。现在我们跟住都中心是以每年15000户到2000户到2万户的速度在往前推进。那到目前来讲，住都中心发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000多户。到明年，我们估计我们在直接兴建的部分12万户是没有问题。非六都再加进来，我们一年可以冲到2万户。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明年也可以达成包租贷款8万户的标准。营建署强调，会继续起下梯，各配合包租贷款租金补贴这政策，分阶段慢慢执行甲落实基础政策，按算会伫自2024年底有希望达到20万户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中英大学一个马来西亚女学生，和细娘的查甫人性侵猝死，死者的家属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讨赔2000万。地方法院昨判决，这个细娘的查甫人要赔予家属593万，专案还可以当上诉。桥头地方法院民事庭审理后，第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侵权事证明确，扣除2位原告前所已经领取之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后，其中原告及被害人之父得请求被告赔偿之金额为新台币333万4516元，另原告及被害人 A 女之母得请求被告赔偿之金额为新台币260万元。2020年，一个为马来西亚来台湾的查某大学生，为学校要行回去宿舍，路里煞予一个细娘的查甫人救上车，互人操打猝死，尸体是拼伫山坎。地方法院宣判，这个凶手要赔予死者的父母593万。若刑事的部分，凶手伫1、2审拢互判死刑。来看有民众伫成品网络册店买一本册，或者阿强拍来要安怎？落尾煞接到电话，讲是客服人员敲的，甲伊讲中国会用武力统一台湾，代志是引起讨论。所谓部长唐凤表示，已经咧调查。若即届事件，嘛代表台湾治安管理要搁爱加强，会伫10天以内提出报告，若准业者违法，定就会处分。中国那边有飞弹直接过来，台湾就会直接投降什么的。伫成品网络买册，买到阿强拍来安怎办的册，结果所接到公司客服来电，内容也涉及中国要武统台湾等言论，消息一出引起各界讨论。不是只是会找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想要有根本原因之后，透过导入像您刚刚讲的零信任技术等等，来确保说未来这样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会在10天内提出完整的报告，然后最后再看报告里面有没有违反个资法。如果有违反个资法的部分呢，我们会依照个资法的规定来处理，包含开罚。但是现在还是要看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做，因为现在还在调查阶段。作为部邀集法律治安领域专家，甲治安院警政署等单位，伫16前往成品行政调查。不过网络上类似买物件购资外销情况是长期存在问题。即摆烧着成品，也发生统战市调的情况，凸显台湾的治安管理也有强化的空间。资料保护的部分没有相关法规的一个限制，以及外泄的法则，资料分级分类、账户的授权、管控存取的部分做的都不够完善，因此才会常常导致我们企业的营业的秘密，或者是民众的个资外泄的情况。作为产业署就成品案件表示，会伫10天内提出完整报告，案件若违法会要求限期改善，希望2礼拜内会当做出行政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发现网站怪人投资、甲人诈骗的案件，嫌犯先找人头成立公司，利用人头的口罩诈骗洗钱，再甲现金领出来换做虚拟货币，想要闪追查。警方去到主嫌这阵人的徛家掠人。初步估计有143个人被骗去，若诈骗的金额是1亿4千多万。
警方全副武装入去到姓吴的主嫌，伫咧宜兰大所在，嫌犯干内当乖乖投降，互人逮捕。另外一边，警方嘛前往新北这搭诈骗基地搜索，抓到一个共犯。来，手举高。警方伫咧去年9月，先查到姓范的主嫌和姓洪的共犯招募人头来成立公司，透过假投资诈骗来拐着受害者的钱，再个洗钱一元一元转出去，互人追查袂到。警方拍拼咧追查，总算伫咧今年4月抓到这个集团的顶头，就是姓吴的主嫌。经由层层的人头户转账之后，由旗下的车手至 ATM 或者是临柜取款之后。来分赃，事后该集团会在手机里面制造假的、虚伪的借贷对话内容。警方表示，嫌犯乃标工制作假借钱对话记录，也可以派人去领现金，也是转换用虚拟货币交易来制作金流的断点，和警方愈派调查。经过扩大追查，发现幕后的吴姓主嫌涉嫌水房集团。经过搜证之后，又于112年4月13号展开第二波的一个收网行动。警方拢总抓到13个成员，查到现金30多万，也有1000万的虚拟货币。初步判断，这个集团洗钱的金额有到1亿4000多万，受害者有143个人。专案依照早期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通联客运啊，像发生各自盗窃案件。有民众讲接到电话，讲伊无细字注文伤济车票，爱伊汇钱，而且家己个资对方嘛拢知影。公路总局表示会要求通联调查，2天内会有结果。啊，那通联客运目前已经先甲网站甲 App 拢关起来啊。透早通联位伫台北总运站的售票柜台，人来客去受到官网甲 App 暂时关起的影响，订出票只会当伫窗口，也是超商司机。节日的话，人比较多的话，可能上网买比较方便。像这种平常日的话，就当场买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是尽量找那种不用输入太多个人资料的方式去买。通联客运第3天前，伫官方面册大出提醒民众慎防诈骗。其实迄当时就有不少民众已经接到诈骗电话，有人通知订唔到票要求转销，也有人收到诈骗简讯。对此，通联客运已经有方向关掉官方网站。而且自安全员到公司进行初步监视，公路总局北区监理所也已经介入调查。统联客运已经请治安团队进行初步的监视，台北区监理所将持续追踪该公司改善的一切相关进度。公路总局表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通联系统监视防侵入加个资外流的笔数。建议业者报警。另外，监视依照违反个资法规范，要看经济行动加后续处理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对姓吴的兄弟啊，讲因是天道明的成员，伫新北路酒开饭店，随后查到讲因找欠钱的民众做人头，甲租车业者拍长期的契约，做3台免路。不过，干那纳投期款都无搁纳钱，颠倒搁恐吓业者爱开钱，甲车买转去。专案即马是依照恐吓诈欺上班。你先坐着，你先坐着。警员立刻出来展开搜索，2名查甫人也搁戆神，赶紧穿衫。所有人拢互抓回，原来因涉嫌犯下的白车恐吓爱情案件。疫情期间有些民众缺钱花用，借由这个人头呢，向这个租车公司去购买高价的租车的车辆，转给这个吴姓兄弟党。那这些兄弟党呢，再透过这个电话呢，向这些租赁公司要求低价买回。30岁姓吴的兄弟，家己讲是天道明同心会成员，有妨害自由定前区，互检警查出伫新北市芦洲表面开饭店，私底下找3位公司负责人，利用因有资金需求，要求做人头，向货运租车等业者分别租3台高级车，一摆签5年，支付到期款了后，都无要过还钱，恐吓对方吞入损失，也是提钱来买倒转去，拢总有8人落网，其中兄弟党方羁押禁见。那涉嫌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诈欺还有恐吓取财，将其中2名主要的犯嫌申请羁押禁见，扣3台宾士车那3台宾士车的
价值总计大概2100万元。这挂出租的车款全拢是高级车免路，3台总价超过2100万，8号藏伫五股某社区地下停车场。何文回应，只提供一台。催收钱无下文，就行法律方式。目前车已经牵转来，专案也向恐吓组织犯罪早期所在等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一间老牌的生技公司，伫南部代理真侪出名药品。高雄有上百间药房，拢甲这间代理商合作。不过，这间公司顶礼拜若像是跳票，负责人走去找无人。即嘛是已经落钱的药房，拢摕无药啊，拢总了超过5000万。公司大门关的，内底已经无人。高雄这间有30-40档历史、代理真侪知名品牌药品的生技公司，顶礼拜传出疑似跳票，高雄真侪间向这间公司叫回药局，汇款早就已经用现金票顶方式纳了，煞摕袂到药品，个别损失金额对2-3万到4-500万拢有。有一些药物它已经出货了，所以预计就是结算起来大概，我们有损失接近30多了。那个药品又要涨价的啊！你要不要趁还没涨价之前多买一些，把它放在庆安的仓库里面？900间的药局受害，损失金额总共超过5000万，就惊造成欠药甲药局关店。高雄4大药师公会受害药局10日透早开记者会表示，代理商假做欠货，一直向药局囤货，而且一直到4月底，佫继续甲药局签约，要求先纳汇款，明显是恶意诈欺。受害的厂家到底有几间？那个受害的情形如何？那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这个诈欺的犯嫌查缉到案，对他进行这些调查。那这些调查的部分，如果他有拒绝规避跟妨碍的部分的话，会依照药事法第92条的规定，处3万到200万的罚款。除了答应调查代理商，卫生局表示会甲药师公会保持联络，确保市面上的药品流通无问题。但民代表示，即马代理商负责人已经联络袂到，呼吁卫生局要有更较侪作为来保障药局甲民众用药的权益。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中一间公立高中，前一阵仔传出哪像有学生和老师霸凌行底路，今仔日阁有共校的学生出面指控，讲涉案的主任教官长期甲性骚扰，学生甲欺负老师，讨救兵13届啊，煞拢无人要处理。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公立高中的学生，疑似因为长期伫咧学校受到师长的霸凌，今年2月选择轻生身亡。学校4月初步调查认定，校务主任、主任教官各2名校务创新人员不当管教。无想到，同学校另外一名学生16号出面指控，这名主任教官长期对伊性骚扰，校务主任甲其他的教官知情涉嫌包庇。他常常上课时间找我问话，会不会饿？教官下面给你吃啊。为什么都不交男朋友？腿为什么这么细？等等，我终于忍不住表示觉得被骚扰、隐私被侵犯很不舒服。可是我却遭到他训斥说顽劣不服管教、价值观偏差、品性差劲、废物，去死一死！学生强调，曾经向校内师长5届求助，拢无受到处理。随后以电话信件的方式向台中市府订正备解，但是校方也是无依法启动性平机制，甚至也阁受到主任教官算笑，将高3后学期已经翕过的假单全部撤销，以逾时请假为由处分18期的警告。林本批评这间高中甲教育局拢无看到学生的汇类控诉，放任教官违法乱纪，严重失职。要求就是要解聘学务主任、主任教官以及这些教官他们的不当行为。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惩处结果。学校正积极调查当中。教育局紧盯学校调查进度，尽早厘清真相。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只有伫咧去年7月接到2届真情，今年3月收到疑似性骚扰的信息，马上督促学校展开调查。4月已经3届约谈被害人，强调后续会来了解调查进度，厘清真相。记者台中报道。桃园有家长甲议员斗告，囡仔伫国校啊上本土语言的课语课。却因为发音念唔对，就予老师罚抄课本20届，写到暗时11点。教育局证实讲，有3个学生因为犯法写到半暝。学校表示，老师教学的行为无妥当，已经安排其他的老师来上课。
教育部推动高中以下本土语言教学，桃园有机关接到家长投诉，关区提供国小学生上客语课，伊发现错误，给老师发写规段的字句加拼音20摆，写到半暝写袂了，写到哭。客家话念错一句就要罚写20遍，他念了6句都错了，而且还要写拼音，真的是不合逻辑。加那个小孩子一直写到哭啊！不管基于任何理由，那让孩子抄写都是不恰当的教学行为。我们为了使孩子和家长安心，该班已经安排其他的老师授课。教育局证实，魏正雄平时成绩平良，这客语老师开始要求学生读袂出来，爱抄20摆，作为拍分数依据。根据了解，有3学生写到半暝啊，所以也认为这举动确实无妥当。本局已责请学校辅导改善教职人员不适当的教学方式，并进行检讨，期望教师后续能利用鼓励的方式来引导孩子进行学习。学校表示，老师有教学支援人员合格证书，目前已经安排其他老师来上课，也请导师甲辅导室协助安达学生，关心囡仔身心状况。未来也继续注意老师的上课情形。不过也讲到学校正认真推动客家文化传承，去年伫客家艺文竞赛拢得到真好的成绩，希望唔通安尼消除所有老师的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已经1礼拜拢无出现啊。外界当咧约讲可能是治着重病，不过15伊是雄雄出面，而且佮讲罗西亚军机顶礼拜伫乌克兰甲白罗斯的边境落落来，这嘛显示白罗斯当咧备战。都伫大家质疑总统卢卡申科行踪成谜时阵，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15发布这段影片，显示今年68岁卢卡申科顺是一个空军部队设施。而总统官方网站也有以前军服，徛咧接受军官敬礼相片。了后，伊今日指挥中心意外透露俄罗斯、乌克兰甲白俄罗斯最近的军情。Повышенная боевая готовность, о которой я говорил, войска уж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4 суток или 3. Готовность номер 1, и вот уже 3 сутки. Ну вот 3 суток после событий рядом с нами,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огда官方接出影片是想要破除谣言。卢卡申科顶一摆公开出来是伫初9伫莫斯科红场圣地节参加活动，有媒体形容伊迄一天面色真白，身体整整。后来无参加克里姆林宫早餐会，是登去白俄罗斯。迄一天暗时伫明斯克也有参加同款的活动。不过刷入去几天，伊拢无参加原来行程。真侪人因为破病，无经过证实消息之余，因为病毒感染并发心肌炎送医。有媒体比对这2摆公开出来差别。15顺是伊倒手白药水布，初9伫红场是正手白药水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美国费城新闻报这个特工新闻的早报，已经办满200年啊。这几天煞那像是互网络攻击、电脑各样系统碰袂行，还报纸是无法度印刷，因为当地16要选市长时机敏感。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目前已经在调查。费城新闻报的发言人丽莎休斯15指出，公司员工14早起头先发现公司的内容管理系统无法度运作，电脑出现无正常活动，疑似遭到网络攻击，所以紧急将受影响的电脑断线。目前公司的印刷版报纸发行受影响，网络版是正常运作，不过更新的速度是真慢。这是这报纸1996年遭报曝封杀了后，17年来遭报上大的发行阻碍。费城新闻报西元1829年发行，到即马将近200年的历史，也是美国即马存在第3大的一部。因为费城特别伫16举行民主党的市长初选，时机点是真敏感，所以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另外，荷兰俄罗斯次文化圣经也是新媒体成功典范的美国网络媒体 Vice Media。15正式申请破产法第11章破产定数来推动后续的卖出计划。Vice Media 伫2017年时代估算有57亿美金，甚至超过迄时阵的纽约时报。总部伫纽约 Vice 伫破产申请当中，公司目前的资产是伫5到10亿美金之间。
外事以正规新闻甲生活化内容受少年族群的欢迎，已经是上受欢迎的所谓媒体、国企、迪士尼等大公司来投资。要安排前 NBA 球星罗德曼去北韩访问引起争议，也揭发这间组织伊斯兰国内部运作纪录片受肯定。即马因为新闻娱乐甲科技部门广告收入无好，互公司裁员，佫关真侪无法度趁钱的部门，公司新闻竟反庆变形。即阵网络顶悬有一段影片，是绿岛有人半暝时啊咧虐待一只互铁链啊绑掉的梅花鹿，用骹黑白甲踢黑白斩梅花鹿的头。乡公所已经咧追查影片内底的民众，那台东县府嘛强调讲，即款行为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若准查到一定的重罚。画面当中，一查甫人有一只互铁链啊链条的梅花鹿，佮举骹斩梅花鹿的头，梅花鹿跋倒，佮互伊拥有起来。翕的时间是5月15，用直播的方式播送。直岛民众看较真生气，台东县政府表示，安尼行为违反动物保护法，都要重罚，可处拘役2年以下。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那另外裁罚20万元以上到200万元的罚金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我们希望说各位游客来绿岛玩来看梅花鹿的时候，如果有跟梅花鹿接近的话，不要再有这样子伤害梅花鹿的动作台东县政府强调，梅花鹿是一般的野生动物，按过绿岛也有民众咧饲，不管是野生也是饲的梅花鹿，依法拢免虐待。另外，这影片看来是做伙朋友翕的，伫网络直播也违反动保法，应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300块以下罚金。乡公所甲县府会全力追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方便民众倒粪扫，云林西内顶公所为5月开始，每礼拜增加2天早起的时间，伫固定的地点，互民众去倒粪扫。平常时爱上班的民众，就免赶下班要掠粪扫车，嘛要减少粪扫黑白蛋的情形。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县内已经有8乡镇咧实施固定地点清粪扫，清洁人员就免徛伫车顶对车收粪扫，较袂发生危险。下早7点外，当要上班的民众，摕到已经包好的储用粪扫，来到厝邻近的庙边倒粪扫。为了考量部分的民众无法度配合粪扫车的收运时间，云林西内地公所为5月份开始，每礼拜2和礼拜5下早增加3个地点粪扫定点清运。比较方便呐，我们对上班族而言，这样子的话很便民。到今天为止的话，家用垃圾是收了大概1160公斤左右，平均大概是一次就是大概200，然后那个回收的话大概是1000公斤左右。第一个就是便民，第二个就是能够不用让他们下班追垃圾，这个也很危险。然后第三个就是希望能够减少这个垃圾的脏乱点。西内公所表示，实施将近半个月来，民众反应真袂歹，因有真侪民众因有工课的关系。无法度配合粪扫清运的时间倒粪扫，在清洁队愿意无影响正常清运下，增加定点定时的清运。是采滚动式的一个检讨目前陆续的一个推动到各个乡镇，目前已经有8个乡镇来实施这个作业，对民众的便利性也好确实有改善的空间。那另外有一些民众因为来不及丢垃圾，那造成随地丢弃的状况，这些部分都已经有改善。环保局嘛表示，定点定时的清运粪扫，会当减少沿途收粪扫所造成的空污，降低清洁队员徛踏板顶面收粪扫的危险性。但部分的乡镇因为人力上的调配，阁无法度来试办，将来鼓励增加定点定时的粪扫清运，以减少乱撇粪扫的情况。记者为您报道。花莲县秀林乡中德村有一寡所在是文化遗址，要起厝起建设，都要先甲文化局申请探勘。那最近就有一个民众要起厝申请探勘，煞假实伫涂骹挖到中国送掉的铜钱，佮有粗灰仔的脆片等等一寡珍贵的文物。因为烦恼家己的地基下面有私建文物，花莲秀林乡中德村的李先生起厝进前向文化局申请试挖探勘，可能伫89分深度的时挖到文化财，包括灰仔片、琉璃珠，也有送掉的铜钱，依然完保。他们先任意挖3个坑。就那3个坑才挖下去，大概80公分就挖到了，就看到文化城了。然后一直挖，就发现整个下面都是啊。
官府考古团队表示，希望环保当前属于900年前北宋时期的货币，因为甲在地宗族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物无同，会当推论迄当时花莲宗族地区的人类已经甲迄当时中国有保留证据。像琉璃珠或者是钱币呢，那应该就不是当地的大约1000多年前住民呢是自己制造的。那所以说，我们考古学者呢就推论，当时呢就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海上贸易的一个交流。除了这现场，也有一个古墓，因为出土文物丰富，经过现勘国技，佮经过地主同意了后，由文化部接落来进行全面挖掘，预计过2个月了后完成。相关出土文物会放伫花莲考古博物馆展藏。记者综合报道。咱开放香港、澳门学生来台湾读高中、高级、甲5专，今年是第2年啊。全台湾有41间学校去到香港办演讲招生。有学校表示，真侪来现场的家长甲学生看到台湾多元的技职教育、国际教育，拢感觉真欢喜，要报名。向民众解释台湾高级的学校特色甲升学流程，包括台北高中在内，总共41间学校，第一摆来到香港进行实体的招生。因为香港的中学无技术职业教育，学生家长真有兴趣，有的人是现场报名。国中的时候呢，他就自己画了很多的漫画，所以他就把漫画呢带到现场来，让我们看看他的作品，他很有信心。也很有兴趣的，希望未来在高中以后呢，能够更进一步。强调台湾技术职业学校的多元性，大学文职行长魏家辉讲，香港的家长最近几冬选择国际教育，流行把囡仔送去泰国的国际学校。台湾的国际教育发展了嘛真好，有中学双联学位、IB 加 AP 的课程，而且学费嘛加较俗。这部分真侪香港的家长进前拢唔知影。香港其实他们不就是说这一次来看到台湾有这样的国际教育，他们是非常惊艳，因为第一个是 CP 值很高，我们的学费大概只有香港的一半。然后呢，但是我们几个有办国际教育的这种就是 IB、AP 课程的学校，他们去海外的升学率其实不会比香港这些 IB 学校还要差。第一摆去香港实体招生，2天以来有意思要来台湾读册的香港学生甲家长，总共有100多人来探听。参加的台湾学校认为讲，面对面的接触甲辅导会当增加因的经验，希望今年会当招到更较侪香港学生。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4月、5月，会有几大阵的纸板鸭牵线飞上北，今年煞是犹未看到。为着要了解因生态牵线的路线，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找专家研究，用5年的时间拍影片，要记录台湾纸板鸭的状况。你们的一生就是一场长征。纸板蝶对幼童到变成鸭，一生的过程拢伫纪录片消失的纸板蝶内面。这是生态导演詹家良用5天的时间，亲入高雄、屏东附近的纸蝶幼果，用超高速摄影机来翕鸭的变化。对导演来讲，嘛像咧观察家己的囡仔成长大汉。对我来讲，敢若我的小孩子慢慢啊愈来愈大，伊安怎度过伊的一生，我感觉鸭甲人同款，拢是有人性的。自细汉就介意蝴蝶的詹家良，较早敢若研究罕见的蝴蝶，一直到发现纸板蝶的车地，互人提起停车场，烦恼民众唔知影纸板蝶的珍贵，才开始研究，嘛开始翕消失的纸板蝶。伊讲，若用一般的摄影机，敢若会当看到乌影飞来飞去；毋过用超高速摄影机，就当看到鸭的细节的变化。树底底的时间，就当换几啊种的色水，嘛才发现讲，原来鸭嘛是有表情的。蝴蝶吼，咧飞的过程当中吼，其实拢会拄到一寡飞扬。哦，比如说，咱有高速公路，伊飞过时，可能就会去互车弄着。哦，另外就是讲一寡迄个环境的破坏，数量就慢慢减少的有这个现象。委托导演研究的景观处就表示，这种台湾特有种，即马受到真大威胁。因为台湾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纸板蝶伫秋天往南过冬，但去年的调查发现讲，即马上大的车地，敢若像垦丁。推测甲气候、甲开发拢有关系，所以希望透过纪录片，互更较侪人会当珍惜环境。记者陈文준由台北采访报道。这礼拜是5月18，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一日迄天，全台湾侪文化部下骹咧馆的博物馆，拢会当免钱入去参观。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经过要3年的整修甲翻新，嘛打算要伫5月19重新开放，要互民众了解台湾3万年来的历史变迁。菲律宾岛上发现一颗也是用台湾玉做成一模一样的物件，所以代表那个时候台湾的这种玉石的外销以及人群跟岛外的这个互动是算非常非常密切。伫导览人员的解说之下，了解台湾甲南岛历史的关系。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自2020年闭馆，进行建筑再造甲展览更新。经过要3年的时间，打算要伫5月19重新开馆。台湾过去这30年来，台湾考古学界出土非常多。使我们更新了关于台湾土地的认识，让我们重新认识台湾不只是1万年，甚至认识到3万年前就有人类的文化的遗迹。王中华表示，除了史前文化，博物馆也收藏原住民歌手孙敏的金曲奖杯、原住民棒球选手林志胜的球衫等等文物，除了是记录现代原住民族的成就，也参现代民族的生活经验结合。博物馆日是我们国际性的节日啊。那这一天除了我们辖下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之外，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其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这一次在518，我们即将重新开馆的史前馆，更是一个了解我们自己所站在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的一个好机会。文化部表示，5月18国际博物馆日，除了全台有侪博物馆、地方文化馆通免费参观，也有推出博物馆出版品、周边商品的优惠，鼓励民众做伙行入博物馆来开眼界。记者郭长随台北报道。现代社会有网络是真方便，嘛有人讲家己无网络都无法度过生活。不过都市甲庄脚的数位资源是天差地，为着要推动偏乡的网络普及。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今仔日表示，伫台湾宽频是人权，数位部未来会用政策来确保宽频人权伫台湾每一个角色拢会当实现。进前疫情滚假的期间，学生囡仔有一段时间拢踮伫厝内底线顶上课。迄当时就发现讲，都市阁有庄脚的数位资源是有落差。伫马祖高中教册的老师嘛讲，有网络是真利便。过去学生若要交流，就爱坐飞行机到台湾，毋过即马透过网络就通伫线顶完成，因为网络随速地交流的距离。网络的普及呢，可以让我们跨足世界各地，然后不会再受地理的限制的一些就是规范。就是网络的教育，其实对于偏乡的学生的学习成果，的确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为着推动偏乡地区网络普及，数位发展部表示，政府一直拢有甲电信业者做伙合作。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嘛表示，伫台湾宽频是人权，数位部未来会用政策来引导，互偏乡的民众也有好的数位环境，来确保宽频人权伫台湾每一个所在拢通实现。在台湾，宽频是人权，我们在任何时候就是要透过网际网络来连接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数位部嘛发布台湾偏乡数位建设的成果，表示目前行动宽频的网络人口涵盖率已经有95%以上，全台湾有700多个村里拢有网络，嘛承诺未来政府会继续参民间合作，透过公司部门做伙拍拼，继续改善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建设，让全国的数位通信会使均衡发展。记者柯嘉轩、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下晡报的温度变化，做伙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27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28度，外岛地区22度到28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